第26天，復興，轉離虛假的平安與財富。耶利米書14章7至9節。耶和華啊，即使我們的罪孽指證我們，還求你因你名的緣故施行拯救。我們實在多次背道得罪了你，以色列的盼望啊，以色列遭難時的拯救者啊，你為什麼在本地像一個寄居的人，又像個只住宿一夜的客旅呢？你為什麼像個受驚的人，又像個不能拯救人的勇士呢？耶和華，你是在我們中間，我們是稱為你名下的人，求你不要離棄我們。天父，當我們有時誤以為平安意味着一切都是在我們掌控之中時，請赦免我們。感謝你提醒我們，唯有你是我們真正的平安與豐盛生命的源頭，幫助我們以真誠的敬拜度過生命。因為離了你，我們的生命就毫無意義，我們什麼也做不了。阿門。